好，那个，来，会先祷告，我再重点。好，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先平静我们的心，那我们进入我们的会前祷告。亲爱的主，那我最敬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是我们丰盛的早晨，那我们可以感受你的恩典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恩典？我们可以蒙你的慈爱，蒙你的恩惠，来到主日这边聚会。那我们也在这个时间里面平静我们的心，那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交托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何等恩典》。你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视野，使我看见你干涸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。为教会的肢体祷告，我们当中有一些现在有一点病痛，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有忧郁的，那我们在当中也有一些就是需要主帮助的。我们这个阶段也邀请你们，我们一起为教会的肢体献上祝福，献上祈祷，我们同声的开口请。需要我们的代求跟祈祷，那我也邀请你们，就是我们不断的开口，那把你想到的，你想要对哪一位肢体、哪一位家人，那他们有需要的，那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线上祷告、线上祈求。我们在衣服中，那将自己交托给主，我们学习主舍己的样式，我们也爱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在这线上祈求。那我们想要把祷告的，现在想说的，我们慢慢的跟主说，也可以为教会的未来，为教会的所有一切，我们献上祈祷。谢谢主耶稣基督，你爱我们，那你爱我们的生命，那你也疼惜我们的家人，那你也就是特别的光照，叫我们联盟一天堂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所有的家人
歌何等恩典，感谢主耶稣基督不离不弃的爱我们。你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这个阶段我也邀请你们，我们为国家为国家献上一个祝福祈祷。我们可以为国家掌权的，还有为我们国家的福音，甚至于国家的一个大小问题，我们都可以献上祈祷，献上祝福。我们同声的呼求。基督聆听我们的呼求。那当我们为国家献上祈求的时候，那我们的一份心意就可以蒙主垂听。那祈求你能够带给我们以上的祷告，所有成真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，何等恩典。你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好，这个阶段我也邀请你们为石牌地区，那为你们的居住的所在地，然后就是为我们的家园献上一份福音的祈祷，祈求我们身边的朋友，还有我们的石牌，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整个大北投地区，都能够有主耶稣基督更多的福音，那照亮这些未得之民，让我们一起在主爱里面相聚。我们一起同声的祷告，请。
的天父，那谢谢你带给我们光亮，让我们知道说你的福音就是需要你，那还有就是需要我们去推动，那才可以让更多人跟我们一起在主爱里相聚。当我们线上祈求、线上祷告的同时，那你的圣灵就降临在这边，带给我们能力，带给我们力量，那带给我们更多的盼望，让我们可以引领就是更多的人来到你宣堂，跟我们一同聚会。我们愿意成为地方的祝福，那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美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再次献唱这首诗歌。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爱我心也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是梦前辈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的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你充满赞美，你抹去我所有枷锁，你抹去我所有重担，你抹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。你抹去我所有枷锁，你抹去我所有重担，你抹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。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的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何等恩典，你的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好，感谢主耶稣聆听我们所有的呼求，我们在颂赞中遇见你，我们在祷告中寻求你。谢谢你再次光照我们天母灵泉堂，成为我们的遮盖，成为我们的保护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请所有的服侍同工到前面来。